為配合啟德發展計劃，土木工程拓展處興建一條長約86米，橫過太子道東，連接九龍城及未來啟德發展區內地下購物街嘅行人隧道，並引入矩形隧道鑽挖機技術，成為以呢種技術設計同建造嘅全港最大行人隧道。咁如果你用傳統方式去開挖嘅話咧，難免咧嗰個風險高，二咧對周邊嘅交通亦都有影響。喺我哋個設計階段咧，我哋亦都同唔同嘅部門同埋持份者咧溝通嘅，咁亦都係達至一個對佢哋影響最低嘅施工方案。由於隧道深約14米，地下滿布污水管、食水管、大型雨水管以及多組高壓電纜，而且隧道靠近多條主要交通幹道，包括太子道東東行線及西行線共11條行車道。咁所以工程團隊同我哋咧諗咗個無坑挖嘅方式，用呢個拱形隧道鑽挖機喺嗰啲管道下低經過。一方面咧提高個安全性，第二預製組件喺場外製造，佢個質量咧有所保證。工程必須以安全為首要考慮，並且以不影響交通以及地下管線設施日常運作為大前提。礙於傳統人手挖掘方式嘅限制，工程團隊於工程施工前決定引入同採用矩形隧道鑽挖機呢項嶄新技術，務求將工程風險減到最低。喺施工階段初期，工程團隊安排咗喺太子道東以及地盤範圍內，以無損檢測方式勘探地下土質，以確定設計路線嘅地質適合進行鑽挖同冇大型障礙物。隧道鑽挖機大致由6大部分組合而成，前方配備6個直徑大約4米刀盤，切割面積係73.2平方米，已知係全港最大嘅矩形隧道鑽挖機。呢部鑽挖機其實係我哋聯營公司上海隧道自主研發嘅項目，咁由個設計啦、生產啦同埋測試都喺上海完成。之後咧，我哋就成部鑽挖機要拆散佢，方便運送嚟香港。然後喺晚上由排卡車送到工地。嚟到工地之後咧，我哋喺個豎井每一件逐件去吊落嚟去裝嵌。完成裝嵌後，會將先前做好嘅53件闊10.8米、高7.5米、重78公噸嘅隧道預製件，由龍門式起重機吊運到豎井內，之後透過24支推力400公噸嘅油壓積，逐一推入隧道內，從而建成永久結構。工程團隊採用龍門式起重機及特製轉動器協助吊運同生產隧道預製件，提升吊運穩定性。此外，工程團隊建造咗一個特製嘅工作台，俾工友一個安全嘅環境進行落混凝土工序。整個隧道建造系統將會全盤電腦化，無需經人手挖掘。另外，工程團隊採用咗嶄新技術，大大減少測量員工作量之餘，更可避免隧道出現偏離或沉降風險。此外，數據即時透過5G 技術傳送到雲端，然後連接隧道監控系統。隧道開挖管理人員可實時監察隧道鑽挖機情況，全面做到提量、提速、提效、提質。今次採用矩形隧道鑽挖機嘅經驗，將為業界未來項目發展提供參考，亦為香港工程界打造咗一個全新嘅里程碑。於未來，香港可以廣泛應用矩形隧道鑽挖機技術之餘，業界亦會引入同採用更多嶄新技術，積極落實建造業2.0政策，以創新、專業化以及年輕化為目標，
推動行業可持續發展同長遠增長嘅前景。